不这是对诗吗？所有人的词儿都是我写的，几句诗还不简单？今日我们不学经，不论史，对诗。我以风花雪月为题，每个人挑选一个字，对2句诗，不论七言5言，不论律诗绝句，重在合辙押韵。我们就从2郡主开始吧。我选风吧。风，吹水撩拨有闻，翻山越岭无痕。2郡主胸中有丘壑，格局开阔。大郡主，到您了。花从无百日红，转瞬即成空。大郡主，凡事有失必有得，不必太过悲观。林七小姐，请。雪我不会。陈芊芊，你笑什么？难不成你会？咱俩文化水平差不多，你不会，我自然也不会。那你还笑？听闻3公主近日有所进意，不妨试一试。裴思雪，你就别为难3公主了。谁不知道她斗大的字儿也不识几个？不如这样，咱们赌点什么？要是3公主能押得上韵，那我就去扫茅厕；要是公主对不上来，那茅厕就归3公主了。你就这么笃定我一定对不上来？你就说敢不敢？不敢，我懒。我押3公主赢。如果3公主输了，韩某替您扫茅厕。至不至于，为了看我出丑，这都答应啊？不这是对诗吗？所有人的词儿都是我写的，几句诗还不简单？还得稳住陈芊芊文盲的人设，还要对诗，这简直就是困难模式啊！不过要让韩硕替我扫厕所，那就变成地狱模式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怕倒是没有。我想好了，风，火腿儿，咸鱼，腊肠，乳猪，烤馕，全羊。通。这哪儿通啊？火腿、咸鱼、香肠，都是风干制成的，而乳猪、烤馕、全羊，全部都要用到风香。这我就要去扫茅厕，我不服！服？我3公主今天对到你服。花，糕饼，果子红姜，香茗，清纯佳酿。通。嘿嘿，这哪有花呀？糕饼、果子、红姜饼一般都是做成花的形状，而花茶、花露、花酿就不用解释了。3公主这一句有吃有喝，比起风那句就没那么燥了。不过是一些歪诗，有本事你再把雪和月也对上。雪，奶冻冰盘凉糕，雪天可以做。枣泥五仁蛋黄，月圆才能吃。林七，那就只有辛苦你去扫一下茅厕喽。Thank you， 裴思雪。看来3公主学业上果然有所进意。